上星期同大家介紹咗犯罪後出現精神失常嘅可歸責者嘅收容規定，今日將繼續同大家介紹另一種情況：行為人喺犯罪後先出現精神失常，但情況又未達到需要收容嘅標準時，應該如何處理？根據刑法典第98條嘅規定，如果行為人喺犯罪之後先出現精神失常，但程度又未嚴重到假設其為不可歸責者而需要被實際收容嘅犯罪危險性時，喺呢個情況之下，法院需要命令暫緩執行有關嘅徒刑，直到導致暫緩執行嘅精神失常狀態終結為止。喺任何情況之下，暫緩執行都唔應該超過原判刑期。喺暫緩執行徒刑嘅期間，法院需要按照收容暫緩執行嘅相關規定，命令行為人遵守一啲對預防犯罪危險性為必須嘅行為規則，履行一啲包括接受治療、喺指定嘅地方接受檢查同埋觀察等嘅義務，同時需要接受社會重返部門嘅監督性看管。此外，暫緩執行徒刑嘅期間應該從原判刑期間入邊扣除，例如果甲被判處4年徒刑，服刑1年後因為出現精神失常而符合上述規定而需要被暫緩執行，2年之後又因為精神失常嘅狀態終結而需要繼續服刑，咁剩低嘅刑期就係原判刑期扣除已經服刑嘅1年，同暫緩執行2年之後所剩低嘅1年。